懷孕了，怎么办呢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张野达，你是个混蛋！不行，不能要这个孩子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？我现在的行踪需要向你汇報吗？你可以不用向我汇報，但是我必须得保证你肚子里的东西是安全的。张野达，你算计我！怎么能叫算计呢？这也是我们合作内容的一部分。你能不能进顾家，全都靠你肚子里这个东西了。合作？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合作？我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我怎么进顾家？你当顾西城是傻子？他就是傻子，所以你大可以放心。你在哪儿？我们见个面吧。我在你家楼下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少废话！我妈到底在哪儿？苏元熙，今天我没有心情下去见你。过一会儿会下去一个人，你把东西交到他手上。等我们確認之後，自然會帶你見你媽媽。喂。我發現你這個人挺得寸進尺的。我得寸進尺嗎？我要如果不得寸進尺的話，別人會對我得寸進尺的。好了。喂。就是他嗎？对，就是這個人。現在能告訴我媽媽在哪兒了吧？